3416年初至今已經跌咗18%，派息率升到上20厘。佢追蹤嘅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去到低位6月26號7460點，之後開始大力反彈，到而家彈翻15%。但係3416即係食咗4% 升幅。Cover Call 嘅缺點喺跌市嘅時候出晒嚟。好多朋友成日問我，喂 Henry， 如果當初入手 Cover Call 出發點係擺佢5年、6年，因為佢派息高，而且每個月派息，理論上只要隻 ETF 未接，我又未釘嘅話，基金經理都會每一個月賣 call option 看漲期權出去賺期權金翻嚟。講緊每一個月多嘅話，可以賺到2%再期權金派出嚟。通過3416不斷派息，5年、6年之後回翻個本，可以達到無本生利。係咪真可以跌市嘅時候唔理個價，由佢擺埋一邊，留翻俾阿順仔呢？而家國指已經跌咗咁多來啦，開始回升，係咪代表3416或者202呢啲已經過咗最黑暗嘅時候呢？如果而家開始入手，係咪可以考慮呢？最後亦都仲有朋友問我，到底國指呢個底層資產，佢係渣男啊，定係潛力股呢？係咪真係一隻開始得你擺5年、6年時間落去同佢死過嘅指數呢？如果唔係嘅話，咁揀啲咩好呢？所以今條片呢，我會用過去30年嘅歷史數據去回答呢3個問題，特別就係國指同埋其他指數嘅對比，幫大家更好、更加全面咁去思考 Cover Call 呢個產品到底係咪值得你去持有，係咪適合你去持有呢？開始之前呢，我嚟緊今個月8月27號嘅星期四夜晚喺上環呢有一場分享會，係講新手點喺港股、美股、貨幣基金入邊呢揀啲適合自己風險同埋回報嘅工具，去建立一個長期可以幫到你資產增值嘅被動收入出嚟。今次呢一場呢係冇任何發行商 sponsor 嘅，所以唔使擔心俾人 sell product，完全免費嘅，名額得30個。有興趣嘅記得去下面留言區 click 入嚟填份 form 登記翻。我係25歲已經財務自由嘅 Henry， 係經認證嘅專業投資者，我嘅目標係理財知識普及。本影片純屬個人分享及教育用途，絕非財務建議或投資推薦。本人並非持牌財務顧問，任何投資決定請自行研究並諮詢持牌專業顧問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個案表現不代表未來本金可能損失。首先我哋回應第一個問題，如果玩 Cover Call， 譬如3416咁樣，係咪可以就咁擺到5年、6年唔理就可以回本無本生利呢？原本3416以前呢係每一個月派緊每股1毫5仙嘅。年化派息率大約16厘左右，去到2025年8月咧就減咗派息，就變咗派每一股1毫4仙每一個月。如果我哋上年年中去計，拎10個半出嚟買一股落去3416度，我哋假設咧佢會一直每一個月派1毫5仙出嚟，即係話70個月咧就可以回本噶啦，約莫5.8年就可以回本。但係個前設咧就係佢一直會派每一股1毫5仙出嚟。或者轉個角度睇就係，隻基金會每一個月去做 Cover Call， 要幫我賺到1毫5仙翻嚟嘅，而決定嗰隻基金能唔能夠每一個月賺到或者派到1毫5仙出嚟，有2個決定性因素嘅。第一就係嗰一個月期權金收入夠唔夠高，期權金收入係同市場嘅波動性高度掛鈎嘅。我哋會見到深綠色嗰條線發得越高，即係個底層資產，譬如國指波動就會越大。橙色嗰啲棍咧就會扯得越長嘅，即係嗰一個月期權金嘅收入就會越高。如果市場嘅波動性當月係唔夠大嘅話，本身已經可能賺唔夠期權金，令到嗰一個月咧派唔夠錢出嚟嘅。第二就係到底我哋手頭上面有幾多錢去做 Cover Call 賺錢咧？我哋當咧拎住2萬蚊過大海啊，諗住金叉玩2手啦。呢一轉咧手風唔算好順。搞完一輪之後咧，淨係賺到20% 盈利，賺咗4000蚊落袋。喂，咁你老婆知你贏咗錢喎，同你講，喂，老公買條鏈俾我啦，當8000蚊。OK，咁之後咧，你人得翻12000蚊喺度，咁你心諗，唉，若要生活好，葡京賭2賭啦。師傅話我條命係唔賭唔知時運到，唔滾唔知身體好。拎住12000蚊又過大海。嗱，今次手風咧順過上一次，足足有30% 盈利，3600蚊落袋。但係對比翻2次成績咧，第二次因為本金縮咗，雖然盈利百分比咧高啲，你表現好過第一次，咁又點咧？實際上賺到嘅錢咧都係少咗好多嘅。而3416或者其他 Cover Call ETF 咧都係面對呢個問題。3416嘅 NAV 因為國指跌咗差唔多20%，令到佢本金咧已經縮咗好多，令到佢賺翻嚟期權金咧亦都少過以前好多嘅。嗱，我哋望下譬如5月。呢一個月期權金收入咧已經少噶啦，可能因為市場波動性細啦，都可能因為市場嘅流動性唔夠，只係令到每一股咧可以賺到1.63% 嘅期權金翻嚟，但佢派息出去咧都已經派咗本金嘅1.64%，即係話啱啱呢個5月咧已經派突咗，佢係已經係割肉派緊息噶啦，因為佢本金縮咗，令到佢 buffer 咧已經細咗好多，甚至已經冇噶啦。
以前因為本金夠大，佢可以賺到10蚊派7蚊出去，仲有3蚊可以放翻落個銀包度一路滾大佢。但係而家咧，可能已經去到賺10蚊派9個9出去，已經冇 buffer再俾346留錢落個銀包度滾翻大個本金。嗱，呢個咧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，我一陣間咧會再解釋多啲。我啱啱講到就係話，當你拎10蚊5毫出嚟買咗一股，用每一個月可以收翻1毫5先去計咧，5.8年會回本啊嘛。但係346咧，未來可能會面對要減派息，如果再減翻落去1毫4仙，甚至一路減1毫3仙咁樣，咁你回本嘅時間咧，可能就更加長嘅。咁亦都延伸咗第二個問題，就係而家國指已經跌咗咁多耐啦，開始回升，係咪代表346或者202呢一啲已經過咗最黑暗嘅時候咧？如果而家開始入手，係咪可以考慮咧？嗱，呢度咧要拆開兩個問題嘅，346嘅底層資產國指回升，同埋國指係咪已經過咗最黑暗嘅時候，唔會再跌咧？首先就係國指升咧，基本上唔太關大家事嘅。嗱，346呢一輪咧，好似俾人詛咒咗咁樣，佢跌到落最低咧6月26號，但係佢29號咧就要平倉噶啦，只係彈咗3%，之後佢就要開7月嘅新倉，將個封印 set 咗去7700點嗰度。國指用4日時間就已經升穿咗7700點，一路升到上而家8600點。但係唔好意思，基於 cover call 嘅本質咧，就係同人對賭緊底層資產，即係國指唔會升穿某一個位啊嘛。為咗賺期權金，就係賭緊7月係唔會升穿7700點嘅，7700點以後嘅盈利，全部都係歸同你賭嘅對家。嗱，對面今次咧真係指住346嚟笑。你陰我，陰你咪陰你啫嘛！我喺好多片都已經解釋過，346或者其他 cover call 嘅賺錢方法，並唔係好似你揸住正常嘅 ETF 或者股票咁樣，股價向上升，從而賺到錢。cover call ETF 咧係犧牲咗向上升嘅動力，去換取期權金收入。所以期權金收入咧先至係我哋賺錢嘅地方。佢唔跌咧，我哋已經冚渣咪打；升與唔升咧，真係唔太關我哋事嘅。所以拉去第二個問題，就係國指係咪已經過咗最黑暗嘅時候？嗱，坦白講咧，冇人知嘅。最近因為美國主導嘅 AI 故事俾人質緊，我試係你做嘅喎，好啊，真係唔係你？美國、日本、韓國咧都跌到傻咗，反而因為恒指同埋國指咧出名廢啊嘛，冇 AI 冇創新成分，啲錢咧反而流翻入去，真係冇人會諗到嘅。但係咪代表恒指同埋國指長遠咧就係好嘢嚟嘅咧？嗱，有待商確嘅。同埋即使國指去到年尾埋單都係向好嘅話，佢同樣都可以月頭升月尾跌翻落去，好似6月咁樣轉完倉，7月咧有個新嘅封印，然之後先爆升上去。咁國指升咧又係唔關我哋事嘅，所以我會用數字去考慮，到底長遠嚟講，國指呢個指數特性本身適唔適合用嚟做 cover call ETF， 同埋而家呢刻面對緊已經跌咗成20% 之後，可能已經冇晒 buffer 俾佢慢慢滾翻大個本金。嗱，我將代表國指嘅2828、標普500同埋納指100短期過去10年每個月嘅數據，同埋長期標普500、納指100 30年同埋國指過去23年每一個月嘅數據抽晒出嚟，用佢哋每一個月尾對比上一個月嘅表現係升啊定係跌啦？如果一跌係跌幾多咧？因為呢個數據咧對於 cover call 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因為我哋關注跌多過升嘅，跌係會損害我哋本金嘅，但係升咧唔會話真係非常影響盈利。咁你睇紅色嗰條巴咧，就會見到國指過去10年按月埋單咧，有超過一半時間都係跌緊嘅。即係拎嚟做 cover call 嘅話，其實有一半時間都係損害緊你本金嘅。而標普500過去10年咧，只係得31% 時間按月咧係跌嘅啫。而納指100更加只係得29% 時間按月跌緊嘅啫。即係話單純從月尾轉倉嗰下去睇咧，用國指做 cover call 策略咧，損害本金嘅時間係遠超其他指數嘅。跟住我哋睇埋對上10年唔計升嘅月份，每一個月埋單如果係跌嘅話，平均跌幅係幾多？國指平均咧係跌 4.79%， 同納指差唔多嘅。而 S&P 500咧明顯係少好多，平均係跌 3.67%。中位數嚟講咧，標普500都係跌得少好多嘅。跟住我哋再睇埋單單月最深跌得幾多？就係過去10年國指試過最勁單月係按月跌 16.3%， 係喺2022年10月。但係其實咧，佢由2021年開始已經不斷跌㗎啦。由2021年頭2828 110蚊跌到當時咧得返50蚊，腰斬咗㗎啦。而 S&P 500呢10年最勁單月係跌 12%， 納指反而咧最深即係跌到單月 10% 嘅啫。咁我哋再睇埋標準差咧，好明顯國指就係最大嘅。嗱，呢度咧先咗個少少嘅 conclusion 俾3隻指數。首先就係好明顯咧 ，S&P 500同埋納指100咧有一個長期向上嘅趨勢嘅。雖然佢升咧唔係真係好關我哋事，但係起碼可以保護到我哋本金唔好蝕錢先。而國指對比之下，
好明顯不斷一半升一半跌之下咧，對於本金嘅損害係大好多嘅。再加埋就係佢波動性大過其他指數，即係話國指係比較傾向大升同埋大跌嘅，佢最大嘅按月跌幅更加係遠超其他指數。我哋之後再睇埋呢10年入邊最大嘅回撤，成日話 cover call 咧睇跌先係最緊要嘅。S&P 500呢一張圖咧，佢跌落嚟嗰個範圍咧越窄，代表越快咧收復到個跌幅嘅；越少呢啲下跌嘅範圍，就代表呢隻指數越多嘅時間咧係升緊嘅。嗱，呢啲咁尖嘅咧，基本上冇乜影響嘅，因為譬如佢2020年3月30號跌到最深咧，回咗20%，但係佢下一個月咧已經彈翻上去噶啦。再加埋 S&P 500咧，有差唔多70%時間按月都係升嘅，譬如 XYLD 咁樣。2020年 Covid 嗰陣插完之後咧，仲有得向上行嘅佢，對本金嘅損害還好，仲有一嚿嘅。基本上納指100同埋標普500嘅圖同埋數據咧都係好相似嘅。但你望下國指，我勾呢張圖出嚟嗰陣，我都忍唔住講句：喂，乜鬼嘢嚟㗎，師兄呢張圖？由2018年開始跌到而家，國指係仲未收復到8年前開始跌嘅失地嘅。由2018年高位到而家，國指都仲係跌緊30% 以上嘅。我哋望遠多少少 ，S&P 500同埋納指100 30年嘅數據，即係由1996年到而家，同埋國指過去23年，由2003年到而家嘅數據，其實基本上咧係冇分別嘅。國指都係有接近一半時間按月係跌緊嘅 ，S&P 500同埋納指100按月跌嘅時間咧微升咗少少，37% 左右月份係跌嘅，其餘平均下跌嘅幅度、中位數、最大跌幅咧基本上都係冇分別嘅。所以喺呢幾組數據可以睇得出。國指長期嚟講咧，係一個波動好大，一半時間都跌緊，而且係可以跌得好深、大升大跌嘅指數嚟嘅。我哋睇翻 GlobalX 嘅報告，國指嘅期權金收益率咧，最近大約係每個月2% 左右，但係其實 S&P 500咧都係2% 左右，甚至納指咧係去到2.4、2.5，係仲高過國指嘅。咁我覺得值得反思下就係、國指嘅波動性係最大，有一半時間跌緊，跌嘅時候深過其他指數，8年前嘅高位都仲未翻到去。但係佢期權金收入其實即係同 S&P 500差唔多，仲要係差過納指100嘅。長遠嚟睇，國指係咪值得大家用嚟做 cover call 嘅底層資產呢？咁另外一樣重點就係、我喺其他片同埋前面都有講過啦。如果346或者其他 cover call 跌咗落去，雖然 NAV 跌咗，即係銀包入面可以拎出去賺，即係本金少咗。但係如果賺到翻嚟嘅錢係大過派出去嘅錢，譬如好似上年2025年7月咁樣，346賺到2%，佢派1.4% 出去，咁佢仲有0.6% 係會收翻落個銀包度嘅。再加埋每一個月尾轉倉嘅時候咧，有少少升嘅 buffer 嘅，可以慢慢將個股價滾翻大上去。但係而家個銀包咧已經縮到可能賺1蚊派1蚊，5月賺1.63%派1.64% 嘔突出去嘅，6月賺1.91%派1.81%，得翻0.1% 落翻銀包度，但係咧係仲未計隻 ETF 有管理費嘅喎。咁如果去到而家呢個位，突然一下子國指跌得咁急，如果346維持而家派每一股1毫5仙呢個水平，對隻 ETF 嚟講嘅壓力咧係超級大嘅。346仲有冇能力靠呢個機制煲翻大個 NAV，慢慢滾翻股價上去咧，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嚟嘅，係要啲時間再觀察下。但 S&P 500或者納指100嘅 ETF 咧，大家應該都要留意下，思考下點樣部署你個倉。兩位篇幅有限啦，我已經準備咗2隻香港上市唔使扣稅嘅標普500 Cover Call ETF， 同埋納指100 Cover Call ETF， 再加埋2隻美國上市嘅 total 4隻 ETF， 詳細介紹留晒俾你噶啦。只要你訂閱我 channel， 再喺下面留言346，我就會 send 晒俾你噶啦。喂，咁如果你想系統啲咁入門學投資，仲可以上埋我呢個完全免費嘅理財投資課程，入面有61個課題，涵蓋晒港美股，不論係科技 ETF 啊、收息、股票、債券乜都有嘅，仲有4個鐘嘅美股雞精班，同埋一個我幫一間持牌證券商做內部 training 嘅錄影，全部都係完全免費嘅。你同樣下面留言346，我就一次過 send 晒俾你噶啦。最後，佢哋報名參加我呢個27號啊，星期4夜晚喺上環嘅新手收息策略分享會，到時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唔同收息工具嘅玩法同埋陷阱。今日講咗咁多先，中意嘅記得幫手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同埋 comment，follow 我 IG 同埋 podcast。最重要，去我 website 度入埋呢個 WhatsApp group，有冇 share 到 IG 同埋 YouTube 冇講嘅嘢？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